卫生福利部是指出讲，目前计共是有15万粒的卵有问题，这有问题鸡卵未到全台湾9个县市的专人封控顶卖场，嘛已经要求爱回收了。也毋过高雄红山的大专联络，因为无主动通知消费者，卫生局嘛表示讲会处罚。桃园丰康超市伫两片区大公告，因为部分的鸡卵被验出有农药芬普尼，那提发票等办理退换货，7早起到消费者来退货退钱。说能不能退？他说可以啊，就把整个带来。可是我已经吃了，我说零散，他说没关系，你就有多少就拿来退多少。民众大量误食到芬普尼农药，还是可能会造成神经毒性，例如说意识不清、抽搐，有生命的危险。那在临床上，其实芬普尼中毒并没有特殊的解毒剂。上诉联合地方卫生局进前伫传统市场超市顶进行检验鸡卵的农药残留，结果发现生鸡2片细选卵芬普尼代谢物超标3倍，而且是伪装化一间跳步场来进一步调查发现，跳步场生产的4批鸡卵拢无符合规定，分别卖予下骹9的2片项目，总共差不多15万粒问题鸡卵，恐惊影到向桃园市、高雄市等9个县市全部爱回收。确认这些鸡蛋都是来自单一牧场，那也抽验这个洗选蛋场相关其他的这个鸡蛋，检出芬普尼代谢物不符合规定。不过高雄市卫生局针对通路业者开出第一枪，因为红山大专联无积极回收问题卵，无主动通知消费者避罚。再次稽查，发现该凤山分公司并未依本局指示主动积极通知消费者。本局将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针对全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裁罚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上诉表示，这跳步场过去无违规记录，卫生局会看情形照实按法，对跳步场罚6万以上2亿以下。农业单位也继续了解污染的原因，调查清楚感染源是为饲料、环境，或者是有其他因素，也呼吁民众唔通食有问题鸡卵。记者综合报道。